来看抓风车剧团，定定都伫咧全国咧做公益巡回演出，真受大细汉囡仔喜爱。本来定伫咧8月初10甲11要到台中来演出，煞临时来取消。剧团讲是去互台中市政府某一个中官来挑战，讲抓风车甲政治有关系。市长罗秀燕是亲身出面来道歉，讲这拢是误会，讲欢迎抓风车来表演拢袂赴咯，哪会拒绝呢？ 抓风车剧团大概伫台中市演出，大人囡仔拢真喜意。原定8月7、11两场表演伫面册公布要取消。抓风车剧团伫面册顶面写讲，13年来抓风车头一摆取消甲囡仔的承诺，唔愿被糟蹋甲侮辱。台中市政府无欢迎抓风车公益的演出，会全部跳过台中。 3个月的时间，完全照程序来，最后都卡在长官有意见。纸风车跟政治就是有关系，都是跟绿营的这个立委。那我们觉得这个真的蛮委屈的。抓风车剧团强调讲，大概表演拢依照规定去申请，不过8月2场表演超3个月，一直被某一位长官刁难，讲因有政治的介入，引起抓风车剧团的不满。台中市政府啊。 他们的目光只有政治而没有文化。那你台中市政府，你没有文化也就算了，那你也不能去剥夺小朋友看纸风车的权利。抓风车剧团被市政府质疑涉水唔对，进一步取消演出，和本来真期待台中市民艰苦佮失望。入到市长罗秀燕的面册讲，反众怒啊，市政府危机处理能力是有够弱。 我们欢迎都来不及。那不过呢，这次在纸风车他们申办的过程当中，如果造成他们的不快，那中间一定是有误会，那一定是我们服务不够好啊。那所以我觉得，代表台中市政府还是要致歉。 罗秀燕会实咧强调讲是误会，市政府真欢迎抓风车剧团，佮讲11月份会邀请因到台中演出，释出最大的善意，想要平息这个风波。也不过伫过程中，到底是倒一个长官当这个表演游玩，无一个交代。